6月7日20日是移民节，新竹新埔移民庙如为盼过排场嘅祭典。我今日我带大家去看呢，是后山花莲嘅移民节。花莲府里是一座淳朴嘅客家庄，乡亲单单是对土著庙晒过喜悦，睇嘅生活的34代人。光复初期，因为无为车位到平村海，头上嘅也不分死黑。故所地方乡嘅乡亲，如去新竹新埔各乡请移民下来，敦证地方乡如家过平安的哟。头先是睇人家都服侍，里面大家能收钱，喜悦一撮庙。难得的是，请移民下来过后，村民每日连轮开饭，60多年来无断过。09年陈清伟路带俺们去看府里嘅移民节。老古天天看听，比跑个比里边俩，下9点走的路顺等人家轮出去插水，准备入冲。差個6小時到廟片後，人未見到見到，大家都係來參加2周年舉辦嘅田豐大師移民祭典。南灣這片新土準備好嘅生意，未百年貴族，香點到貴嘅廟人用用。你從民國34年來了後呢，從呢開飯嘅12點過，祭典一辦移民咋有未窮人，下晝頭12點過，你來辦。花蓮人福利照顧天，播種移民前景下，青年農界新林村登記，中心是慶祝播種移民大大簽秀。後續先知道祭典開始。慶祝新生嘅按照六禮祝書，六禮祝書嘅意思是講一叉二照，三花四果，五樹土樹面，六彩片。中文就係莊中嘅中路組、副路組、前副路組嘅名做下錄落去係時節，乜嘅嘢，乜嘅先生嚟拖。村民唔帶場準備嚟豐富嘅祭品，為了慶祝打扮咗各種草興。今年拿到鐵定獎嘅還係好容易，看得出地方對人民信仰嘅尊敬，獻心撈出群眾合。今年所有企業主要有13條，其中1條有3組，讓呢有6條。掌聲鼓勵啊！參加錄影室，它的重量是637台階，謝謝他。吃很多他們都一直講說是水的很大，是水的很大這樣啊。我都不要講說我的很大怎麼樣，我現在第1名，上次我也是第3名啊。大家冇可能準備祭品，係那80歲嘅周金俊，是係冇可能愛去個木草。佢把應該身體冇好，佢當係佢關鍵負責嘅，係就講你都做生意都係天天，阿冇嘅先拖原先，按個嘅嘛來按多些，你唔變呢有些，跟嘛就冇些。所以你再愛幹木堂啊，好冇問題。雖然也係是做周金志為幹木草不嘛嘅事，不過老人家講，上早係做兩行地做嘅。睇擺冇兩種嘅木頭，個樣破損，按嚟講我覺計細期都係我講嚟好，站落暗瘡嘅。
今年也有进入啊上期的啊，諗住講你啦有。几点之前就动到准备工作，大早是别人，主要7号过後，總路主出場親戚朋友是澎湃。前當然冇去台州啦，下禮拜去台州就向親戚朋友共下來啊，吃辣椒，暗日拜賀過節啦，啊啦，現在人放來，要新竹來，花蓮來，台北來都來挺多。安尼昨天里面也吼，本来係算安尼昨天新县那個羅山吼，三村的信用中心啦吼，安尼在80當嘅時間吼，安尼本來市區吼，東區就是安尼布條吼，安尼西區係算漢布嘅吼，南區算羅山，北區算學校鎮到馬高路。福利的行業大體係對土著苗熱情人民來嘅，認為前山生活苦，各部長帶領規模大勢，來到後山落實。7歲搬過那邊來，佢搬過來就冇嘛，佢有說，平日呢天都講哦，好愛嘛平咁多，但係部門來人全部靠南嘅成講。政府對新竹澳米曬來已經試台咧。就檢驗老了解兄弟姊妹，該兩時天然繞嘅下山，對竹東錯火差，嗰對數個錯上呢，到嚟發電過後個錯公差，挑每3日賺到福利。佢做好啲嘅，阿爸家平時話嘅睇下大重裝啊，啲升過來啊，是只谷倉等嘅材料所價熱，阿咧材料喎嗬，要漲自家講切。每位見嘅樣樣辛苦嘅內樣樣，非常嘅辛苦啦。羅山竹田新田3村有9上嘅人做農，不過光復初期嘅時節，地方行都唔偏切，唔但強波嘅就平衝會，頭上咪都冇部分事體，所以地方人士出上到搶移民者來指殺。頭擺啲移民者呢，啲NE4部啊，非常嘅領顯。是想講愛來搶移民者過來促進來保佑因哋嘅農作物，留啲人家庭綠血啊，來保平安。兩年過後，地方人士喺兩下嘅苗子搭嚟貓料轉苗，經過染變長有兩下嘅規模。哈那張開始移民者喺人家輻射時節，除咗開盤嘅時候。安樣嘅show60多年來唔是聽過。煎豆飯，切手，我係貼，會錄嘢。而家咱係菜啦，嗬，因為了咱係飯。飯就人會撈飯快啲，要人實在我個飯冇撈菜用合用。呢條飯呢，係條係齋，飯係齋。當一下就1點，累積嘅班儲備對付下，開來日攬就日攬，豐富嘅盤菜。暗肉啦，也青乾啦，也花枝啦，也竹筍啦。我安排是開飯的。10年了喲。我安排是開飯的，10盆菜都是開飯。嗰種開飯嗬，大概第2家準備嘅煎嗬，嗰種咧啲煎嗰啲咧拿กับ煎嗬，天麻呢用。要做個醬甲啊，拿กับ煎，安落好卷啊。頭擺生活苦，是要辦張嘢，這張嘢輪到開盤嘅時節，就用了好事，成日前望2日。我當條，當條用好事，就該
派咗咯，票有可能啊，喺我當初嗰時吃飯說，開盤咯，特別小兩組盤咯開。該老師分享，參論移民家嘅靈氣老出派，幫每信徒喺老移民家調嚟檢視。你個出門啊，嗬，有南車出門啊，用隻嘅撇派啊，嗬，出門，記到我看到，哎呦，那個阿公婆，樣是唔好意思嗬，你咧看平時咧廟咪就調撇嘅檢視嗬，你來調好冇？所以，你得到移民家嘅通知過後，就相互相師傅為移民家打造檢視。是門機，該摸面摸啲摸樣辦好，叫唔怕。我有個出門燒香來出門要來，所以講千年禮表三尊啦王軍師唔記得啦所以講我哋王軍師你看到面臭臭啊佢壓到嘛有安啊就是啊。當年10年，昨天響起每種每代的移民家，就和慶祝新婦的不一樣景象。喺度當年就撞到100，一年撞100，因為80人生，我2開就能他，我上10派高年期同埋上來，上喺高路，我10派就。昨天移民金，我呢不yan貴，就移民yan又貴。大會人中心事，將新婦移民了主心，也為新代，行上向力，你上向。你係以管理，每年對本廟進香。你從民國38年了後，各鄉啲新婦各鄉轉，你昨天移民廟，每年啊，固定係一次。你要來做外家。今年8年，昨天移民組喺南南帶上班，共連新橋來參加新婦移民節嘅活動。哎呀，這個服裝非常特別哦，穿的是我們的象徵，客家嘅這個法布哦哈。包括我們的台教人員跟信徒有超過1000人來參與我們的令旗回娘家。從我哋新橋嗬，順體拜嗬，那本村嗬，從啊來，那你廟會人啊嗬，到安尼廟嗬，那個新婦移民廟嗬，來利用做咩個係體拜。家裏老本廟嘅連結，重聯起大家嘅感情。昨天移民組代表嘅可能係新師徒嘅傳承。因為你買算花蓮人嗬，花蓮推動嗬，最大嘅係移民廟，嗬，買做只文化嗬，一隻特殊嘅昨天文化出來。雖然都到人口流失老老化問題，不過財體向前還係當樂觀，準備有隻區人慢慢地提防紅港人。後生嘅移民字典雖然規模冇半秒安泰，不過向前對移民家嘅衝擊半點都唔會減少。未相信移民家會繼續守護呢隻莊頭，守護大家。